第二條。第二條咧就係36名裏邊咧，我哋抽兩個人啦，就而家想知道到底兩個人表現唔相同嘅概率咯。嗱，兩個如果表現水平唔同嘅咧，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到底有幾多個組合咯，或者同或者唔同啦，睇下幾多個組合啦。咁你睇到畫面啦，有9個組合嘅，分別係優優、優良、優平、優良、良良、良平，如此類推，自己睇啦。咁相同嗰啲，我同你用藍筆 highlight 咗啦。我哋而家就求唔相同嗰啲，咁俾你數，你會點數呢？喺概率裏邊有個樣嘢叫做互補事件。咁而家你一眼都睇得出，抽兩個人，一係就表現水平相同，一係就唔相同噶啦，冇第二個或者冇第三個可能性嘅。咁呢啲咪叫互補事件咯。所以我就用咗啦，概率唔同水平會等於全部1啦，減以表現相同嘅概率。咁點樣計呢？你可以停一停，計一計。你唔停啊，咁咪計咯。表現水平相同嘅有3個嘅情況。第一個，兩個都係平平；第二個，兩個都係良好；第三個，兩個都係優異。咁我哋睇睇呢度啦。咁如果你係計兩個都係平平嘅，就係36/13乘以35/12加2。第二個情況，兩個都係良好。嗱，留意啊，呢度畫面係錯咗嘅，應該係乘好。我一陣間會改咗佢噶啦，就係36份，即係36個人裏邊咧，15個係良好。抽完之後咧，就良好咧得翻14個，總人數得翻35個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既然係咁，不如而家即刻改俾你睇啦。咦？點解改唔到嘅？有冇得 edit 啊 ？edit， 哇！你睇幾先進，撳幾廿個掣先搞得掂。Ctrl C， OK， 好啦。OK， 唔好意思啊，阻咗大家少少時間。OK， 咁其他啲自己睇啦。進入 B 部分啦。咁啊，進入 B 部分咧有少少會有個心得同大家講嘅。其實咧每條嘅 Session B 咧，從你嘅經驗裏邊咧，應該都會知道啊。原來佢每一條都起碼送2分嘅。咁今次咧送嗰2分咧，就擺咗喺 B 部分嘅第一部分裏邊。36個人啊，而家就想揾下呢啲建議獎金嘅中位數啦，同埋4分位數間距嘅中位數咧，點樣計咧？就我哋咧就將啲數據排，由細至大排咗佢嘅，就攞中間嗰個。咁好似中間嗰個如果冇咁點算咧？嗱，如果冇嘅話咧，咁我咧就會攞最挨近中間嗰2個數據嘅。咁我一般嚟講咧，譬如我教初中咧，我都會咧將呢啲嘅數據咧就寫成為一個嘅 square rectangle 咁樣啦，或者叫豆腐啦，咁啊兜喺中間兜嘢咁樣界落去，就前18個 data 後18個 data 咧，即係前一半後一半啦。咁啊前18後18好明顯冇一個企中間噶啦，咁就會揾咗咧第18個數據同埋第19個數據，即係最接近中間嗰2個數據咧，將佢加埋除以2嘅，就好似畫面度咁嘅 Q2。咁4位數間距咧，其實係計緊 Q1 同埋 Q3 嘅，即係話咧攞上半節嘅中間數同埋攞下半節嘅中間數嘅形式一樣，計算咧就係 Q3 減 Q1。嗱，呢樣嘢咧，你唔會話你唔識計，你只要話你唔知道原來係咁計嘅。如果你係頭腦上高嘅唔認識，而唔係頭腦上高嘅運轉唔掂嘅話咧，呢啲數你一定要攞，呢啲數啊，你一定要去攞分。好啦，到最尾啦，最尾嗰條咧就話，哇，個經理咧就想就將個中位數咧就加多20%，但係又唔想咧4分位數間佢有變，咁點算咧？喺落去諗呢個題目之前咧，咁我有樣嘢要提翻大家嘅，就話啦，原來同一個數據同一組數據裏邊啦。每一個數據咧，我哋加個常數或者加 K 嘅話咧，佢個平均數啊、中位數啊、眾數咧都會加 K 嘅。但係咧，佢個分佈域咧4分位數間距同埋標準差係唔變嘅。呢樣嘢我哋點樣去解釋咧？假設你有10個僆仔走去考試，個平均分得43分，
咁啲老師見到咁樣，當然話，唉，都係我出卷出得深，所以你哋先考得咁差嘅啫。為咗補償咧，我每人加翻10分啦。咁每人加翻10分，咁啊平均數咧就應該由43就跳到去53噶啦。咁嗰個嘅平均數咪加咗咯，平均數加中位數加總數加都想象都能夠想象得到噶啦。假設你本來已經係50分噶啦，如果你加咗10分就變60分。隔籬散仔強咧就本來10分加10分就變咗20分。咁你睇下喺加之前嗰10分啊，同埋加之後，你哋嗰個嘅距離有冇改變過？原來係冇改變到嘅，都係爭40分。咁由於咧你哋嘅差距冇改變到咧，咁你可以好容易想象到啦。分佈域、4分位數間距、標準差，呢啲係講緊數據嘅離差嘅問題。你哋本身差距冇變，咁我離差咪冇變咯。如果乘一個 K 咁點？每一個數據乘一個 K 咧，咁啊簡單啦。平均數、中位數、總數、分佈域、4分位數間距同標準差都會係乘咗 K 嘅。咁你話咦？點解加就會分佈就唔變，離差就唔變？乘個離差就變啦。攞翻頭先個例子，你同阿強啊，你有50分，佢咧就10分。而家我哋玩大佢。好似阿曾生話玩鋪大嘅，乘 150%， 你本來係50分，乘咗 150% 即係乘 1.5 啦，咁你就變咗做50乘 1.5 等於75分。阿強咁點啊？阿強就係10分乘 1.5 等於15分，你嘅加幅係25分，阿強嘅加幅係5分，你話個離差會唔會越嚟越大呢？梗係會啦，本來你哋爭40分，而家你哋咪爭40分，你哋爭60分啊！你哋嘅相差有變，其他嘅數據嘅離差梗係變啦，咁所以咧離差有變咪大家都乘 K 咯。至於點解係乘 K 咧，請你哋大家翻去睇睇教科書，咁睇翻嗰課佢就有用翻啲數式嘅運算去表達翻俾你聽乘 K 嗰樣嘢噶啦，加 K 都有嘅，翻去睇下書啦。OK， 咁完成中位數加 20% 咧就係5000乘以1加 20% 等於6000。加 20% 6000蚊，咁即係加幾多？咪加咗1000咯。咁你如果要令到4分位數間距不變，咁你咪提議個經理全世界都加1000。咁你一來就新嘅中位數就多咗 20%， 二來4分位數間距就唔變噶啦。咁你話阿 Sir， 咁呢條答案咁點寫啊？好似好多文字啊。呢啲先好寫，用你自己文字寫啦。你只要講得出，如果係加 K 嘅話。嗰個分佈唔會影響嗰個數據嘅離差，即係話分佈為4分位數間距同標準差唔變，你解釋咗呢樣嘢就得噶啦。咁點樣解釋？咁你用自己嘅 reason 啦，你再聽翻呢個 video 啦，可能會你自己諗到點寫啦。到時你都係嘅，到時計呢啲數，你一定要同自己講翻，你自己用個理論有啲咩基礎喺個基礎上高寫翻出嚟嘅。我諗啲會考都會好幫你手嘅，嗰啲 marker 盡量去明白你噶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咧係咁多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